喂，hello。咁啊，聽晚星期三跑一跑谷，又嚟做個預測啦，賽馬預測啦嚇。先講第9場，高班呢場應該就單純啦，較為單純啦。川河洞區今年嘅表現呢，係已經係翻晒嚟。上季沉咗一輪之後呢，轉咗馬房。上兩場都好勁啦，唔使講嘢啦嚇，拋甩晒。所以呢，而且佢檔位又好啦，係嘛？今次一檔都好惡嘅。對手梗係津智神啦，排個5檔，呢隻馬都係初出道已經跑得好，上一場亦都追得勁啦，12檔，所以都上班都係要兼顧㗎啦。同埋即係如果你問我，咁我都係川河洞區會先啲啊。第二就係津智神啦。咁另外因為前面嗰啲馬都重磅啦，好難養上嚟嘅，亦都唔係叻。山井之友咁重飛，上一場跑得唔錯嘅，咁佢爆炸力強嘅，都係3選啦，同埋隻一路買開嘅三軍勇將啦，肯定佢仲未盡嘅，不過要形勢幫嗰啲啫嘛，要有步速快幫佢。睇落呢場未必快，所以形勢就爭少少，但係爆上嚟呢，佢都有機會追近嘅一定。唔多馬咯，呢場係啦，跑馬有時都係要買啲單純場合啦，首選啦，係咪？咁加州本事4上3，始終都係後生啊。主動都可以爭下少少 Q 嘅，我覺得係啦。3甲啊4連環更加好啦。呢場就係呢幾隻啦。呢場係較單純可以買嘅 Q 3重彩4重彩，形勢實力都響度啊，係啦。OK，咁第5場呢，勁沙塵就硬淨㗎啦。6環彩買一隻睇法嚇，係啊 Win 都係硬淨，勁沙塵3檔。咁主要對手彭財啦，都有個好位。呢隻馬係要爆一段勁嘅，步速唔好太快仲好。所以上一場1800呢，佢冇咁嘅長力啊。佢1400上嚟1600，贏嗰場就慢步速。所以呢，聽日呢，佢都會咬住爆嘅。但係鬥到尾呢，係咪形勢咁啱你衝呢？係咪真係慢步速呢？所以6呢，就點跑都得高啲，跟住先至係彭財。咁另外呢，超加加上一場跑得翻近啦，但係又唔算太好嘅，不過檔位唔錯啦，主控形勢啦都要兼顧啦。建測群英響3班就爭批啦，但係始終呢場呢，可能得佢自己放啦，點都要兼顧佢啲3重彩啊咁咯。其他馬佬係一隻神馬嚟嘅，無論如何都要兼顧啊。銀亮奔騰12檔。爭啲㗎啦，我諗 T 嘅呢啲馬，有財有勢7檔反而好啲，但係都唔係咁易贏啊。Q 啊都係難，可能都係 T 多。唯美主義啊追唔切嘅應該。自力更生呢係一隻實力強，但係呢可能未翻嚟嘅馬啦嚇。2檔尚可以兼顧下，正極步速由佢主宰啦，應該1600話唔定都得嘅，始終賺。所以呢場呢，就唔算好單純，但係呢，我覺得6就好硬淨嘅，講 Win 淡。咁如果真係買 Q 點都係買1先啦，係咯，4重彩啦，腳都有多嘅，係咯，始終賺形勢嘅就係建測精英啊、正極同埋超加加。咁超加加如果再有進境咧，梗係最好啦。隻馬唔應該咁渣，上場我都有貼佢啦，係咪？OK，咁第8場呢，呢場
無論如何我都係買輕磅嗰啲嘅，因為上面嗰啲始終重磅係啦，形勢又唔係特別好，所以呢，真心傳奇上場打得好好啊，已經開始嚟㗎啦，蔡約翰佢始終爆炸力好強嘅，發育谷亦都 OK，係啦，其中一選嘅爭 win 其中一選。至尊貴寶跑翻1200應該好啲㗎啦，上一場1600就爭啲啦，係咯。得到猴王呢隻馬就肯定係夠跑㗎啦，但係問題呢，佢唔準成嘅，啊1400都咁近係咯，咁啊機會馬嚟嘅，不過佢唔算準成，但係形勢好啦，檔位好啦嚇，咁所以10、11、12呢係首選嚟㗎啦。其實翠紅係最好嘅，不過12檔點跑呢？大隻馬仲有空間啊，必須要兼顧佢，即係其實呢4隻係硬淨啦。上面嘅馬好難㗎啦，係隻風雲武士呢，有一檔呢，仲可以諗下，係啦，所以都唔算複雜。真心傳奇、至尊貴寶得到猴王，但係始終佢哋冇乜太好形勢嚇，要追咧11、16、11要追啦，12呢就好啲。咁啊，勁嗰隻翠紅又冇形勢，12檔。所以呢場爭啲咯，實力好，但係形勢爭啲，但係個實力呢，個磅位呢係呢幾隻着數㗎，係啊，加埋隻風雲武士啦最多。呢場好難買嘅，但係如果孖 T 啊或者膽呢，我覺得競速威龍呢係最中游嘅，嚇爆炸力強輕磅，係啦。如果揾孖 T 膽揾佢啦。另外如果冷門，我諗你有安平嘅上，因為始終。咁耐都冇表現，分數已經減咗咁多，佢又走勢又好，任佢點跑都得嘅，其實係啊，冷門咯。複雜嘅呢場，冇馬飛得，咪孖 T，但係頭關呢，都多馬，嗰下死。咁多快馬步速會點呢？快馬一多變咗難搞，駿馬之寶好似比第3甲比較硬淨啲，但係如果你講真咧，如果呢場好似快馬多，原來唔多嘅時候呢，千杯切入，跟住紅前到跟佢，咁呢，步速如果放慢啲呢，咁啊形勢完全唔同晒嘅，係咯。紅前到肯定係勁㗎啦，不過呢，又俾人頂，上一場俾人頂啊，頂得好緊要，好快步速，咁都唔斷。呢個磅啊，始終有啲優勢，但係呢場馬好多馬，3強啊有5檔爆。譬如佢8落就上場唔差，包裝天王亦都1400放足3段，所以呢，駿馬之寶啦，花好月又當 fit， 好精神，有步速佢都衝一段爆㗎，有你有我都肯定係勁嘢嚟嘅，不過失準啫嘛，所以係多馬好難搞，不妨播下慢步速，紅前道係咯。4場呢，難搞啊，6寶先諗佢。3場呢場呢，實力馬都擺有形勢嘅，1、2、3都係硬淨，係啦，3隻都硬淨。咁第4隻就係4號咯，不過係我檔位冇咁好，係啦，檔位冇咁好，其他唔叻㗎啦，呢場都 OK 嘅。大川絕塵就靠賺3、3、4，係啦，講頭3名呢，1、2、3最好硬淨啲。4係啦，咁啊形勢似乎1最好啦，咪2最好啦，係啊，2、3都勁嘅其實，似乎1呢，嗰個潛藏仲更加犀利啲，所以呢1號呢就似乎硬淨啲，咁啊2、3、4係啊可以考慮，4都好勁嘅，不過11檔11檔可惜啲真係，係咯，上場都真係。唔嘢少㗎，方頭武士嚟㗎嘛，嗰隻係咯，3班馬 OK 㗎，呢隻一定要拖啦。踏雪尋梅又係好嘢，機不可失都好，難分高低其實，1、2、3、4硬淨，有冇孖 T 買呢？頭關有冇得搏冷呢？明理雙收上一場個水準其實夠喺龍王，呢場。即係希望博慢步速就明理雙收啦，冷門幸運福星啦，博呢啲慢步速。平海之星如果跑得翻都係好惡嘅，不過呢隻馬就氣管出血啦嚇。得意佳作如果埋到嚟呢，
咁啊前面呢4隻嚇，波管慢步速，咁都有得買下嘅啲馬鐵。咁啊差唔多啦，講晒。聽日咧第9場咧就形勢實力都喺實力馬度咯。川河洞區津智神係啊都講。咁沙井之友都有機會上嚟嘅，不過我覺得佢第三多啲咯。三軍總將可以同佢爭啦，係啦，同埋加州本事都有機會。係啊，即係呢場係幾隻馬嘅。第8場形勢冇咁好，如果唔係都係幾隻馬嘅啫。翠紅、真心傳奇、至尊貴寶、得道後王，係啦。T 先兼顧埋隻風雲武士，呢場都係難㗎啦，不過有膽咁解嘅，勁出威龍。安平我係博下冷門咯。呢場冇辦法，太多馬，博下步速唔快，紅前度。如果有6倍，係咯。如果馬 T 可能進馬之寶嘅膽穩陣啲，好多馬，咁冇得買啦。美軍又多馬，係咯，冇得買嘅。買最尾個後啦，或者呢後啦，勁沙塵硬淨啊 ，win 啊，六環彩膽啊，彭財雙膽，超加加，慢步速，係咯。第4場呢，難啊，本領非凡，比較穩陣，康昌之星1600都好嘅，都常可以諗下啲馬 T。第3場1、2、3、4惡晒，咁啊去諗馬 T。頭關播下啲慢步速，榮利雙收，得意佳作，幸運福星，平海之星，係啊，播下呢啲買下馬 T。好，咁啊講咗咁多先啦嚇，大家再研究下點買，OK。